话呢，伊就会感觉讲，我写一百字要互伊的时阵，伊就会讲，无人写比我较水，你写你若摕一百字，是你才有法度摕。那无人写比我较好，我毋对有当写讲，咱至少因为咱若毋捌书法的人，咱会感觉讲，哎，我写了，一个专家伊看起来讲，你的英语我是法，目睭甲伊安尼着一个人，所以讲，意义上无共款。假使讲，甚至你若咱家己讲出讲，啊，有别人讲你的写了安尼无共。讲哪会使讲我写了，我写了这，甲写的字都达到迄个水准，迄个涵养。另外，我写伊就是用一个人一个家甲一个者无共款。者就是讲，我要安怎安尼，一个公司安尼，一批概念。比如讲像过去啊，你比如啦吼，若是讲白白写一字安尼固体，要换另一个所在安尼，这个足客气的，咱写固体，伊写出来了后，修炼很多的你，听一个方面，到